卫生食阿姑亲像食豆腐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安尼会使。啊，你说无就伤济啦。咱即句应该是爱卫生食母菇，亲像食豆腐。啊，毋过迄个母菇，咱就是天顶天公地的母菇公，所以一般就是阿母迄边的兄弟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讲咱平常时嘛会叫阿姑，咱是会当互伊过。啊，即句就是讲，伊你看伊迄豆腐大地细地，其实伊连阿久的都旁来啊。啊，所以咱一般咧讲食人，也是去讲食，拢是讲去占人便宜。啊，因为伊足听伊的，所以伊就是食母菇。啊，豆腐是足简单的，拢免吞就食着啊。所以咱一般就是讲，你对你听的人，特别是阿久，拢足简单会当为遐摕到一寡好处。